寒色嘅時節，就同步康年對到苗栗西湖。西湖呢有好山好水，唔親像上次有高樓大廈，無按偏離。硬行喺同一個地方，用嘅神法使藝變到同一接近太自然，享受太自然，唔是講無限其他嘅神法，平凡自然就好。我係同意講，我將來想要做一個巡山人，保護山林係我嘅使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植物呢，是我身旁的这个天料木。天料木呢，它是属于大风子科的植物，那它是属于落叶性的一个乔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它的叶子。我们在森林科就是1年级，我们开始就有学习我们一项课程是树木识别，就是要去认识这棵树啦。那我们就是把我们学到的，我们拍这个影片去介绍完之后呢，我们就会上传到我们的社群网站上面，再用产生器就是做出这个 QR 码之后，就是将它挂上去这样子。我们等下再重拍一次啊。那因为就是刚才有讲有点 KK 的。有兩個同學當當啲嘅翕嘅片呢，就係認識數位嘅樣片，也咪係苗栗農工森林科特別去設計嘅課程哦。主要就係幫一般嘅同學。做得用掃描 QR code， 就做得輕輕鬆鬆了解到植物嘅特性。還有一個負責喺鏡頭面前寫記嘅同學，就係人家擺喺體驗嘅主角，森林科3年生嘅唐英康，對各種植物都懂了解，也咪係森林科前基本愛護嘅哦。樹木識別標本考試計時25秒，開始。这个是我们的考试啦，树木识别的一个标本的一个考试。看这个树叶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它的叶子还有枝条上面下手。那像是叶子呢，我们就可以闻它的味道啦，可能有些会比较臭啊，有些很香。那可能还有一些叶子呢会有绒毛等等的。那像枝条也会很粗糙的，那这些都可以辅助我们去辨识出这个是哪个树种，那可以写下正确的答案。那这个我们每个礼拜5都会有这个考试，就是主要是要去验收我们在这一周里面有没有去好好去认树，那你有没有在偷懒那些有没有？对。其實我哋短短嘅幾秒鐘地度，就做得對植物嘅外擺、紋路、面線也到，正確嘅分出植物嘅品種。希望當好嘅觀察力、留專業知識，佢係真見文明唔錯哦。唔過分別植物嘅重點，是唔單止係確定品種聽聽，還會做得了解植物做得發揮嘅功能，按樣學習嘅效果，將做得完整。剛剛同學們所碰到的這些植物，那麼第一項就是這一個中文名稱叫做無患子。這個是一回羽狀複葉啊，那葉柄基部膨大，果實呢是我們老祖先常常用到的，我們客家叫木榔子啊，木榔子，因為它的果皮可以拿來當做清潔劑，不管是洗頭髮或者洗身體或者洗器皿等等，它的種子也可以當做這個念珠來使用，所以這棵樹呢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大家一定要認識它。了解到植物老人家對日常生活之間嘅關係過後，本來大家可能會知道無聊嘅植物分別，從未變到神奇未當實用嘅。你係咪係依康特別中意森林科嘅原因麼？唔過頭下愛讀森林科，依靠咪係上嘅當叫咩嚟要咩？我小时候啊，就是我住在乡下嘛，我就是会非常去享受非常淳朴、非常自然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决定说，我想要去读森林科。一跟我家人讲的时候，然后他们第一句问我的话就是说，那你将来要干嘛？你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心里有点不是那么的好。不过我还是继续坚持，到现在我还是不曾后悔我做这个决定。未来就是我还是会希望去投入在有关于林业相关的一个工作。现在我比较知道的出路大概就是林务局，就是公家机关啦。对，因为这个就是我进到森林科以来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改变过的一个目标。
虽然唔知能摆有出路冇，不过看到伊康对上爱苏古山拿嘅梦想态度，就用按监听。不少人也摆就特别安排佢来到佢新都乡东上爱嘅林步区，还加有太湖工作站、宝林基镇、陈振伦太哥来亲身带佢。相信天初初的本伊康对顺山岩嘅条路有很加深嘅体会哦。你好，玉康吗？对，好，你好，请坐，这边来，这边请。知道巡山员的工作吗？有一些了解嘛。好，这个是我们新进同仁就要比较了解的一个林业法规的汇编啦。里面的内容包括我们有一个护管工作的一些要点，包括我们公人员依法行政里面的森林法法条。刚刚这一本林业法规一放下去的时候，有股冲击力道相当的强劲，就在想我是不是今天晚上就要把它看完。然后我觉得可能一般的公务人员呢，可能很稳重、很老实，那结果遇到了正伦哥，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那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搞不好遇到的可能是一个比我大20-30岁以上的一个人，那结果遇到了正伦哥，对哦，让我感觉到好亲切，让我跳脱对以往那种公务人员的那种想象。第一摆见面就知道当亲切。本伊康本但当紧张嘅心情，没较轻松咧。不过郑伦哥随处拿出来笔试嘅考试纸，先来测验伊康对顺山岩嘅了解程度到哪。好在呢个测验，伊康算系当轻松嘅过关咧。不过想要做一个好嘅顺山岩，是唔单枪用讲嘅哦，佢还要先通过另外一项考验，才有合乎条件。好，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的体能训练，就是我们约聘护管员的第2项测验，就是我们的负重训练。体能训练的条件就是我们背负20公斤的一个登山背包来进行1000公尺的一个测验，务必在10分钟之内用跑或者用走的方式完成。然后立即到现场进行测量，开始。2分30秒。笔试的部分可能大家比较可以顺利的通过，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体能训练，这也是我们林务局比较特殊的一个需求。因为林务工作比较艰难的是我们的深山勤务、深山集体巡查的一个调查，所以势必有一定的体力会比较好。考试的方式是以背负20公斤，但是我们往往5到7天的一个巡查工作是背负30到40公斤。整天下来是从早上一起床开始背负的重装，到达下一个驻扎点。6分钟，最后一圈了。好，到达时间7分32秒。你先缓步走，等一下这先扣下来。好，缓步走，不能停下来，慢慢走。你到达的时间是7分32秒。这部分是在我们的及格的范围内。好，这是你的负重训练的成绩。好，郑龙哥，谢谢。谢谢。一开始就觉得还好，但跑没几步就觉得很重。20公斤不是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轻哦，真的。巡山员要有好的体力，毕竟你是巡山嘛，那你好歹你要整座管理区就是要巡过一遍，那你暂时你有好体力的话，才不会到一半就这样体力不支这样子。冇唔错，有好嘅体力，才系顺山岩前基本嘅能力。以抗嘅体能条件过关咧，随处会停等郑伦哥去山都乡，也代表佢人生当中第一摆嘅顺山岩体验，没就要开始了。立康，我们现在到的是我们大湖事业区210班。所在的位置是因为我们这边比较特殊的是母树林，明天也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母树林调查，所以我们今天先驻扎现场，明天一早天一亮，我们就会立即做我们的采集调查。在210班比较特殊的是台湾菊母树林，会找一个平坦的地区来进驻做一个现场的一个驻扎。对。
第八负责调查嘅林区係啲苗栗富山太湖事業區第21班林班。不過對下查地點，我到安排呀愛讚揚嘅素材，其實係要當從一段路去行。兩尾本意講隨處體會到，希望好嘅體力，將行一段路有遇到人就會打亂推流。魚缸包包放下來，先協助幫忙搭，可以嗎？過來這邊，再過來一點。這個要同一個方向。好了，可以啊，可以了。只要是固定它一節，固到另外一邊。我们一到我们的驻扎点的时候呢，搭我们的帐篷。那说到这个帐篷呢，所以要说它是帐篷嘛，感觉又有点就这么简陋嘛。因为印象中好像都是那种家庭式的，就是那个可能四周钉一钉啊，然后就搭起来，那还有门帘那样子的。可是不是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地面上就是2捆帆布，然后他们就说开始了，就是拿1捆帆布赶快张开来。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在以前都没有想到说我还要过夜，而且过夜就算了，而且还是要面对这么简陋的一个，对，就是类似帐篷的地方。我们因为会搭成这样，是因为我们晚上都要驻扎在现地。好，这就是我们现场搭载的一个临时的一个驻扎点。像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住6到8个人啊，可以这么多，因为对我们一个人的床位只有顶多就这样而已。可以來同簡單嘅帳篷，其實咩上面呢？順山人天初我要適應各種環境嘅能力，未希望依抗做得好好享受按接近山拿嘅安步頭。等天光就做得開始林地調查嘅任務了。做嘛安尼講話？哦，溜到咩哈？一組嘅野腳，3組嘅腳去溜到嘅。哦。回報，目前為止發現野生動物陷阱1個，是否超收？收到，超收，請注意安全並保持聯絡。經過體驗部第3檔讚揚嘅體驗，打造在做勘察工作之前，依抗我先學嘅，除了係整理陽體，就係愛又夾又簡單嘅本大家夾夾食飽來喲。因為為了便捷，所以我們都是以快速煮好的方式為主啦。對，煮好之後就大家一起用完他們就準備上山調查工作。我摘一些野菜來煮吧。這裡綠竹哦。有時候我們會直接就地取材啊，像這邊部分的，這邊有以前可能我們過林班地遺留下來或者是原生的一個綠竹，所以我們有時候看現地狀況，如果允許的話，我們會採食一些野菜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野筍，來進行烹煮，當我們的增加的一個現地的一個食材食料。所以調查的一個現場日期也非常重要。你知道這個時間什麼食材在現場可能有需求啊，你在你的背負的食料上面就可以再斟酌。原來曉得好好利用山拿度嘅食材，除咗做得增加啲3檔求生嘅能力，咪係唔是達到按多東西沖淡淡嘅好方法咯。韓國也獲又黐又甜嘅竹筍湯，隨處為大家帶來嘅通力。我們接下來進行的是我們大湖事業區21林班的母樹林的採集調查，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由詹大哥來幫我們做現場的一個引介，由 GPS 帶領到我們的一個取樣地點來進行我們的取樣調查。好，我們現在就直接去現地。很简单啊，你看这个地形啊，它的宽度那些。啲小河體力嘅山路過後，大家總算到位咧，做得開始做依抗熱定其他嘅勘察工作咧。只能夠未特別安排嘅，由25年順山人老經驗嘅詹大哥親身來帶記哦。景點
你可以看，你吃到也就会影响，你吃到你看像也做嘛吃到无凊家，因为人母数对啊吼，唔要凊到，哦，唔量个可能会较无客观。哦，我跟你吃，你希望禽来，你不禽，你吃禽的好搞的，你吃禽的。这样子讲究样子，看你吃到哪下好，也唔去禽，安尼种讲完之嘛，还第一次的嘛，太有底了哈，唔底，嘿，不去禽。我有点不太敢尝试，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做这种山林的一个调查。因为在学校教的就是老师就会先帮你做好定点啊，然后你再去做测量的部分。所以第一次来到这边就是有点茫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就是在学校的话，就是只能在学校可能操场那些，所以对于这种实地来去做的话，就是不是那么的足够。那可能就是还要的就是经验吧，多去面对这种环境。同学，你现在找的点是这里吗？是以这个方向为你的目标吗？因为他那个杆子在那边，就我觉得先在这边。先在这边。其实我刚才看你那个哈，因为这里的那个母数哈不是很平均哈，你看它小的很小。还有它的母数量也不是很平均，调查采集就要照个比较客观的。你如果选择比较不好的样点，回去做的资料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去找我们认为适合的。弄来按你床呀，同学，现在我们看周遭环境，好，那你们认为这个样区你感觉怎样？可以吗？比刚刚的第四还要漂亮很多。对，因为你说母数的生长也比较不会说差太多，对不对？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考量的啦。刚才我看你操作这个罗盘仪哈，你罗盘仪学校应该知道，你这个一定要先固定嘛哈。因为学校是有一个三角。对啊，这个的我们山上因为要像刚才要爬山要做什么，我们携带不方便，所以我们也是用这种的一根的那种的脚架。这个脚架的话，你必须要先固定，一定要固定。像我们以前真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削那个小灌木，真的做这都是经验哦，这个都是老前辈在教，拿刀子削到恰好跟这个吻合。其实學教學嘅理論，上班下老正式職場嘅運用，行體會有地位檢查。故所站體嗰個順山人嘅條路，睇體會係用師傅帶定時嘅教學方法，按樣將做嘅本動道路前邊，第實際去做累積到嘅寶貴經驗老資費，一推一推傳下去用。像這個就是人家以前有調查過的。起步嘛！哎呀，阿松，你在做嘛啊？我來聽同人講啦。喲，這邊嘍。乜嘅呀？唔對哦，差唔多。山林作業的人，你可以看到我們每次喊話都會喊得比較大聲，因為我們在山林習慣了嘛。也因為安全性的部分，大家就會以步行的方式來面狀清查。清查的時候，有時候距離會過遠，太遠的時候，我們會想要知道對方的是否安全，或者是在哪一個方位，都會大聲的呼喊。有時候可能需要喝一些飲用水在對方的身上，我們就會故意假裝呼喊大聲說：“哦，很痛，哪裡跌倒了？”只是希望他趕快，我的同伴趕快回到我的身邊。但是我的需求是我需要他背包裡面的飲用水。玉康的部分可能他比較可能來新的環境，也還沒有熟悉，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事情。所以他的一些態度表現出來可能會比較怯怯，也比較害羞一點。這樣子的一個態度，其實在我們林務單位會比較吃虧一點。那我覺得我的個性可能就是比較會偏安靜一點，而且我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可以去熟絡他們，而不像是戰人哥啊，或者是詹大哥他們，就是很快就是可以去接納別人。那我是覺得我可能要改進，如果我以後可以當上巡山員的話。也都山豬嘅幾百嘅，你看，我較白用米土黃色皮嘅，那山豬你看有潛嘅筋來，白嘅筋頭，白嘅筋來說，你看也做這位反筋吼，那有冇空腰？你有發現冇？給大衛。哦，對啊，下去他就，你看給大衛冇空腰，你看給好。在勘察嘅過程當中，竟然還會發現到大碟夫加的按嘅點嘅，
也对义工来讲，当然係當新鮮嘅事情。不過喺順山人嘅日常頭路當中，也係接常看到嘅，行外啲用嘅拆鐵釘嘅，行個人皮皮包哦。大湖72呼叫，收到，請回答。好。大湖首长，请说。回报目前为止发现野生动物陷阱1个，目前在大湖21班，是否超收？左北超收，请注意安全并保持联络。了解，谢谢，保持联络。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从事林业经营的人，每次我们都会想说什么都没有功劳，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一步一脚印，就是说做得很微不足道，看起来没有什么，其实都是在为我们地球做一点点的功德。站太個人有樣同欠，因為嘅社會做得進步，意思嘅就係得三人都會喺自家嘅位嘅方做好自家嘅條路。行過順山嘢就係嘅樹姑山拿嘅勇士哦。喺後來嘅探勘路上當中，有連沙沙發現嘅無窮用嘅碟嘅，依靠咪自家來回報鈔票，展現出鋤儉學習嘅態度。248、846。那我在之前就是还没有想过说，原来巡山员还是要去看你有没有什么捕兽夹啊，或者是一些陷阱之类的。这个山林里面，就是我可以去发现一些动物它们的足迹，就代表它们还存活在这个地方。这边还有它们的一个族群，我甚至还有听到山羌的叫声，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可以为这个山尽一份心力啦，就是这样子。好，给我们的报表。我本身也是我们苗栗农工毕业，一直是森林科，后来到森林系，到森林所所学的部分，所以坊间可以听得到学以致用，学以致用。但在我们的巡山员的工作，可能学校所销售的，还有我们所学到的，可能那个经验搭配到我们现在实际上的一个林务工作，这个落差还蛮大的，还是要做一个稍微的调整，包括仪器上的操作、仪器的改变，带来我们操作上面的一个手度，这些都是真正进入职场之后才会重新学习到的一个新的技巧。而学校的一些理论跟基本知识，只能来做一个辅佐，来当我们做一个经论职的一个支撑。这是我们在林务机会跟我们学校有所落差的一个地方。點咩係巡山員做乜嘅愛用師傅帶師嘅方法咧？因為按樣將做得本理論，有經驗完美嘅結合。兩擺嘅山拿勘察體驗，雖然講時間短，不過相信應靠未對前輩嘅實務經驗當中，得到嘅輕寶貴嘅職場智慧。你看，我现在以学长过来的身份来跟你期许，这2天的一个相处，你的个性可能比较安静，也比较害羞，所以对于你往后的一个学习态度可能有所局限，所以希望你可以开阔心胸来学习我们这相关的一个林务工作。未来期许你在之后从事相关的林务工作，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及现场可以有所应用。加油，祝福你。原来巡山员嘅条路同我想嘅唔同樣，我發現一條路要大量嘅鐵力同辛苦，入嚟體驗我好多動作好教無教嘅經驗，我同警察爭論過還有大家，是我有一個機會做得體驗。未來我會繼續向巡山員嘅條路向前。